娑婆世界忙忙碌碌，活在其中，難免身心疲憊，不得安寧。今天就讓我們放下萬千思緒，一同去看一看宇宙中最美妙的國土——極樂世界，感受那裡的莊嚴美好吧。帶你去看看極樂世界。極樂世界廣大莊嚴，地勢平坦，大地由柔軟的黃金合成，又被無數寶物所裝飾，香潔光明，美妙奇麗。極樂世界氣候溫和，沒有四季寒暑，清爽舒適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極樂世界隨處可見宮殿、樓觀、講堂、精舍，或在地上，或在空中，全由眾寶自然而成，又有各式寶珠和寶鈴交落覆蓋，富麗堂皇，窮美極妙。極樂世界處處分布着美麗的七寶池，大如湖泊，池底抱着金沙，池邊是寶物所莊嚴的街道，池中盈滿味如甘露的八功德水，水面上開着各式大如車輪的蓮花，光艷奪目，微妙香潔。他方世界若有一人念佛，七寶池中就會長出一朵蓮花，其人往生極樂後，就會在此蓮花中化生。街道四周有行行香氣熏福的寶樹，樹上微覆着眾寶羅網，人們所欲了解的十方佛國景象，都能在寶樹間映現，就像照鏡子一樣清晰。微風吹來，寶樹及眾寶羅網發出微妙之音，如百千天樂同時演奏，令人自然生起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林間棲息着種類繁多的鳥兒，色彩斑斕，奇妙可愛，晝夜聚集在一起，用各自的聲音宣講人們心中所欲了解的佛法，令人生起歡喜踴躍的念佛之心。極樂世界時常天樂明空，音曲和雅，人們聽到這美妙的聲音，一切煩惱頓時煙消雲散，並生起無上的菩提之心。天空中徐徐飄下奇異的花朵，日夜不停。這些花朵色彩艷麗，香氣撲鼻，使人增長不可思議殊勝功德。每天清晨，人們用衣襟兜着美麗的花瓣，頃刻間飛到他方無量世界，供養那裡的佛陀。極樂世界是一個遠離黑暗的世界，大地、樓閣、眾生、蓮花，一切萬物皆放光明，無需日月照耀。極樂世界還是一個遠離污穢的世界，萬物皆由無量寶香合成，散發着芬芳的氣息，香氣普熏十方世界。極樂世界處處可見巨大的寶蓮花，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端坐其上，為人們宣說微妙的佛法。人們為能夠親聞佛法而歡喜。極樂眾生，人人的身形樣貌都跟阿彌陀佛一樣，真金色身，金剛不壞，壽命無量，光明無量，智慧通達，辯才無礙，六通具足，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，隨意聞法，隨意觀察他方世界，
隨意到他方世界黃法道中。衣服、飲食、用具，應念即至。想要穿衣，則應犯妙服，自然在身；想要吃飯，則百味飲食，自然盈滿。一切美景雖然令人身心適悅，卻不生起貪着之心。極樂世界不但沒有樂事，連惡鳴都聽不到。人們與菩薩聖人時常聚會，無有一切身心憂苦，唯有無量清淨喜樂。像這樣一個美妙絕倫的世界，可以說宇宙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。畢竟它是阿彌陀佛集十方諸佛剎土之美好於一身的佛國，自然樣樣皆奇特稀有，與眾不同了。若問極樂世界為何如此之莊嚴美好，答案是佛願如此。阿彌陀佛在因地時發了願，後經無量阿僧祇劫修諸功德，以不思議願力功德所成就的淨土。它絕對不是無中生有的純屬虛構的神話故事。極樂世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界限的國土，只要你願意去，阿彌陀佛都歡迎你回家。浩瀚的3000大千世界，哪裏是回家的路呢？不用擔心，只需合掌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就能安全快速地回歸極樂老家。當你被生活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時，當你感受到身體的病痛時，當你感慨韶華不再，年老體衰時，當你迷失自我陷入痛苦時，當你和親愛的人別離時，當你陷入感情的漩渦難以自拔時，當你抑鬱孤獨時，當你已無法再直視自己的內心時，當你忘記了生命的真諦時，請不要忘記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是你永遠的依靠和家鄉。